我又係肥叔足球世界啦，咁琴日戰績冇得彈啦啩，視頻版帕美拉斯贏波之餘咧都係入球細噶，咁另外咧就喺文字版咧都搞掂啦，多蒙特係咪先？話廚房更加交到貨啦，七成嘅命中率啊，咁OK 啊！今日繼續巴甲，巴甲咧呢一場咧我就會揀翻近期都 OK 嘅巴希亞啦，巴希亞上次幫大家收米喎，大家記唔記得先？今場咧翻主場咧，我覺得要開齋啦，因為咧巴甲暫時佢哋咧都仲未喺主場咧，即係喺聯賽開齋嘅，佢哋仲要趁住咧對住咧今屆嘅巴甲升班馬米拉索啦。咁米拉索咧實力都係一般啦，我都覺得。咁第一啦，第二咧就係最大鑊就係佢哋啱啱換新領隊啊！佢新領隊咧古安尼斯咧就啱啱走馬上任，究竟可以帶到俾球隊有幾多嘢咧？真係未知數。而且呢個領隊咧暫時咧。據我理解嘅履歷咧，都係一般料嘅啫，都係啲巴乙料啊，即係啲或者周聯賽嘅料子啊。咁如果你話整體有主場之利啦、實力啦、近況啦，再加埋啲換帥啊呢啲咁嘅資訊嘅情況下咧，咁所以咧主場巴希亞咧，我今場波咧就係好有信心㗎嚇。咁所以就閒話就休提啦。視頻版就俾咗咧巴甲嘅巴希亞主場能夠開齋啊！咁至於咧，即係當然文字版繼續有啦。另外廚房嗰邊繼續 at hot， 繼續支持我，記住啊！事不宜遲，上肥叔足球世界視頻版同埋文字版繼續咧點讚同埋咧繼續支持。